位江佩瑜前贤，爱祥单位黄金珠前贤，那麻烦前贤移交到台上来。爱祥单位游淑静前贤，爱祥单位陈培安前贤，爱祥单位郭慧春前贤，爱祥单位严玉环前贤，爱祥单位高满前贤，爱祥单位朱丽珍前贤，爱祥单位何素兰前贤。哦，优秀优秀。如果今天有接受表扬的前贤，因为有事没办法到场，哦，爱祥单位的前贤。所属的单位有没有前贤可以上台来带领？你看，江慧仪老师呢？你看，他妈妈走进来的，左边走进来第一个。哦，伟大的妈妈，养了2个女儿都是当老师呢，要做主持人了。现在拿麦克风也是大女儿，教国文，要上台了。对，江慧仪是教数学的。还要打理孩子的3餐，实在是非常的辛苦。优秀教师哦，优秀教师，还有小朋友带着子女去修行，得到果然。优秀教师代表。哦，做老师要吃素修行，他带着小孩一起吃素修行，得到表扬。还有他妈妈还上台说表扬，优秀优秀。吴美华前贤，江慧仪前贤，黄金珠前贤。还有他的妈妈也都上台说表扬。哦，优秀优秀。主持人也是陈培安前贤，要吃素修行，优秀优秀。我们有一些前贤来帮忙带领的，感谢这些前贤，朱丽珍前贤和秀鸾前贤。优秀优秀。到前贤显然有念，师大英文研究所的毕业。黄佩瑜。我们致赠给受表扬的母亲都是请母亲先交给主办单位一张家庭的合照，然后我们再请厂商帮他制作成图框画，非常的精美。那我们一样邀请赠品传师跟我们的受奖的菩萨母亲合影一张。纪念品。赞，非常的赞。